香港樓市反覆，做實體包租公隨時變負資產，日日擔心個市跌。但其實你有冇諗過，響 AI 人人碌手機嘅世界，投資數碼房地產，建立一個全自動音樂頻道矩陣，先係真正嘅財富密碼。YouTube 音樂頻道，特別係 Lo-Fi 音樂，就係最強嘅數碼包租公資產。與其擔心樓價跌，蝕本離場，不如轉戰一個永不眠休嘅數碼世界。你嘅數碼資產唔會變負資產，只會源源不絕咁產生被動收入。我哋嘅自動化系統幫你由零開始建立你嘅數碼收租帝國。你可能會諗，自己做音樂頻道，揾歌剪片上字幕，邊有時間啊？人手操作根本就係個無底深潭。你需要嘅係一套識得自動生成音樂嘅強大系統，仲要將音樂配上動態畫面，例如 Lo-Fi 動漫、語境、星空等等，全部自動化處理。呢啲唔係罐頭 template， 而係為你嘅頻道度身訂造嘅 AI 系統。坊間 agency 收你2-3萬，甚至5皮嘢，都未必做到真正嘅度身訂造。我哋嘅服務係真正為你嘅需求設計，將複雜嘢變簡單，將時間買翻嚟。我哋嘅系統唔止做 Lo-Fi， 仲可以全自動生成以下高利潤頻道：睡眠白噪音、落雨聲、海浪聲，影片長，吸引大量失眠觀眾，廣告費最高。冥想頻率針對身心靈市場，歐美 CPM 廣告單價極高，利潤可觀。咖啡店爵士樂 Bossa Nova， 店鋪會24小時播續，睇率極高，忠實粉絲群。兒童搖籃曲，家長必播，重播率100%，一次上傳，永久播放。你想做邊種類型都得，一次建設，24小時自動生成，永久被動收入。想象下，你瞓覺嘅時候，你嘅數碼資產仲喺度為你創造價值。呢個就係真正嘅瞓後收入，唔再用時間換錢，係用智能換取自由。你嘅頻道全天候自動運作，持續吸引觀眾，廣告費源源不絕。當你起身就可以睇到尋晚又多咗幾多人播放，完全自動化，無後顧之憂，唔需要你操心內容創作，亦唔需要日日追 post， 系統幫你搞掂晒。呢個就係我哋為你打造嘅全天候24小時7日被動收入機器。請留意，因為每個系統都係為你度身訂造，確保最高效能。為咗保持服務質素， Bobby 每月只會接15個新客戶。機會難得，如果你想搶佔呢個數碼高地，建立你嘅被動收入， YouTube 全天候自動出片頻道，依家就係最佳時機，為自己嘅未來投資一個會增值嘅資產。想擁有呢套專屬你嘅全自動音樂頻道系統，即刻留言或者點擊連結，我 Bobby 等你。